下。先進來，要出去嘛。层層關卡，氣氛森嚴。不同於一般的參訪機構，環保局人員這次來到台南第二監獄進行實地參訪，而原來是因為南二監在廚餘管理上展現了極高的執行力，不僅從源頭精準調整食米量，更運用科技化廚餘機將廚餘轉化為有機肥，每日的廚餘量從原本7大桶大幅降至3桶左右，減量成效卓越。因為今年行政院有頒布說116年。要全面禁止廚餘餵豬。那因為本監是收容超過1000人以上的單位，那相對性廚餘量是非常的龐大。第一線工廠在吃完飯之後，剩下的菜渣、瀝乾，還有果皮、骨頭的分類，還有白飯和湯汁的分類，我們給它做一個4個區分。這是第一個階段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那第二個階段，我們進到炊場之後，在炊場設計了一個脫水機，那將所有的水量去化大概90%。那再搭配我們現有的廚餘機，廚餘機的一個效能可以從500公斤，經過廚餘機的一個整備之後變成50公斤。那另外白飯乾燥的部分，我們協調清潔隊做載運。參訪過程中，環保局團隊對於獄方落實白飯回收、菜渣乾濕分離等處理流程印象深刻。未來也希望將這套流程推廣到台南各機關、學校，一起為廚餘歸零做努力。第二監獄呢，在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後呢，他們對於廚餘的處理跟減量做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其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們在前端其實就會因為它的廚餘量太多了，去調整它所烹煮的食物的量。那確實可以在源頭就減少廚餘。那另外後端的處理脫水的部分呢，其實也對我們的焚化爐後端的處理是有非常大的幫助。那我們希望呢，就是未來我們會推廣到我們台南市呢的監獄啊，或是機關學校，或是甚至是軍營部隊，那我們可以一起呢為我們這個廚餘的處理呢來做努力。台南第二監獄廚餘減量去化，從源頭做起，以科學化調整餐飯量，不只減少浪費以外，在後續廚餘處理也進行擠壓、脫水等多個步驟，可將廚餘減量至90%左右。最後還將廚餘轉化為有機肥，成功落實廢棄物資源化的目標，成為政府機關推動環保政策的優良典範。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